开始。来宾仔，大家平安新年快乐！咱大家伫新春的时，咱做伙搁一摆伫上帝面头前，咱三甲做伙来敬拜。邀请你将你的手机关做震动，也是关机互咱伫做伙伫敬拜中间来体会上帝满满的祝福甲恩典，互咱伫安静的中间来陪伴咱的心。伫咱要开始前，咱做伙同心做伙来做信仰的个别，咱做伙来读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，得永福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。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咱做伙同心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主阮的上帝，主阮伫新春的这期过了，阮会当带着感恩。敬畏主你的心，三甲做伙来敬拜上帝。主啊，阮的心是何等的欢喜，因为你互阮伫彼此家庭、组织的中间，来体会着上帝你的疼痛甲温暖，也互阮会当伫家庭、伫安静、伫休困的中间，来体会阮新的年日，阮要安怎样来出发？恳求上帝你赏赐阮气力，互阮伫罪恶的世界内底，阮更加爱活出上帝你的阳光，互阮的生命会当看见阮是何等的不足甲软弱。总是阮因为主耶稣基督救赎阮的活命，互阮的生命会当更加有气力来为主你来活。恳求上帝你赏赐阮气力，帮助阮伫今早起的敬拜，阮陪伴阮的心，三甲伫你的面前来献上阮的祈祷。愿上帝你听阮的恳求，赏赐阮一粒平静安稳的心，伫你的面头前来得着主你欢喜的敬拜，得主你的感纳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免。
咱做伙来演这条歌，诗曲我欠命主。诗曲我欠命主，极大滋味，着听我主的声，就会欢喜。求主应在我心内，诗曲甲我伫地，我心无一毫无记，我来唱你。诗曲我欠命主，你若困我，是通拢无开啦，通袂歇我。求主应在我心内，诗曲甲我伫地，我心无一毫无记，我来唱你。诗曲我欠命主，无论何物，求你甲我无你，才有安乐。求主应在我心内，诗曲甲我伫地，我心无一毫无记，我来唱你。诗曲我欠命主，一生一世，真爱做你的兄，有德无变。求主应在我心内，诗曲甲我伫地，我心无一毫无记，我来唱你。这时，牧师要邀请咱进入新的年，咱就要有新的备办。邀请你，咱做伙用祈祷的心来向上帝恳求，求上帝赏赐予咱。一新的年，咱有新的立约、新的计划，是伫活伫上帝心意的内底。咱做伙同心来祈祷，主阮的上帝，阮意爱亲近你，愿上帝你圣神成做阮的帮助，互阮常常甲主你定心立志的心。阮知你主你疼阮，是超越过阮所想象，比世间的任何人搁较疼阮。因为你创造阮的生命，阮就爱活出上帝你爱阮我的形象甲生命。愿上帝你赏赐予阮，互阮有智慧，互阮无得惊，互阮知影上帝你甲阮三甲伫地，互阮无得惊吓。阮了解你是阮的上帝，主你要坚固阮，你要帮助阮，你的确要用你的公义的双手来扶持阮的生命，带领阮活伫台湾这片岛屿，台湾所在面对的头前的道路。阮需要上帝你亲自来掌管，互阮体会到上帝你疼阮的快乐是何等的美好。主啊，阮咧向你献上阮的感谢。愿上帝你带领阮的教会，带领阮的家庭，带领阮的生命，互阮的生命会当活出上帝你美好的应允，来得主你的祝福。阮搁一摆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敢无人比你较疼我，哦主，当我寂寞孤单，你来照做我，为我做歌，忍受痛苦拖磨，你有愿应允又来陪伴我，你温情这呢大。我要怎样报答？
甘愿为你献上我的生命。我免你唱歌，唱出满满感谢，今世乌落你永无线。咱搁一遍对头来念。这世间无人敢听我呼出，当我寂寞孤单，你来找找我，为我做歌，忍受痛苦拖磨，你有原谅温柔来陪伴我。这年大，我要怎样报答？甘愿为你献上我的生命。我免你唱歌，唱出满满感谢。今世乌落你永无线。这是要邀请你，你做伙起立，咱做伙起立，咱要搁一摆来吟的时，邀请你，你去找所有兄弟姊妹，咱人无济总是无需要邀请咱。伊新春的时，甲伊讲，主听你比我搁较听你，你甲伊讲这句话，主听你比我搁较听你，甲伊讲新年快乐哦，主听你比我搁较听你。咱嘛来甲红灯执事，咱久久无看红灯执事，甲伊请安。主听你比我搁较听你。咱搁对头来唱世间无人比你较听我呼出，当我寂寞孤单，你来找找我，为我做歌，忍受痛苦拖磨，你有原谅温柔来陪伴我，你温情这呢大。我要怎样报答？甘愿为你献上我的生命。我免你唱歌，唱出满满感谢。今世乌落你永无线，你温情这呢大，你温情这呢大。我要怎样报答？甘愿为你献上我的生命。我免你唱歌，唱出满满感谢。今世乌落你永无线，你温情，你温情这呢大，我要怎样？甘愿为你献上我的生命，我免你唱歌，唱出满满感谢。今世乌落你永无线，今世乌落你永无线，今世乌落你永无线。我真真主你的同在，我甲情天使为你无做敬拜。我真真主你的同在，我要独独敬拜你耶稣，我要敬拜。我要敬拜，敬拜，敬拜我的主，
我要跪落伫伊宝座前，要跪落伫你宝座前，我要跪落伫你宝座前。上帝来帮咱啊！予我亲近主你的道荣耀，我要活伫你圣洁的光明中。予我亲近主你的荣耀，我要多多为主你活。上赞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牛歌。上赞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牛歌。上赞圣洁，上赞圣洁。圣洁，圣洁的上帝，上赞圣洁，圣洁，圣洁的上帝，我要敬拜，我要敬拜，敬拜。敬拜我的主，我要敬拜，敬拜，敬拜我的主。我要跪落，甲主讲，我要跪落，跪落，伫你宝座前，我要跪落，跪落伫你宝座前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阮伫你面头前，阮用敬畏主你的心，阮毋那要用阮的诗歌，用阮的声音来学乐你。主，阮要继续伫你的面头前，甲主讲：主啊，阮恳求你来进入伫阮的生命中间。主，阮知影你甲阮三角之地，阮着爱伫主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常常谦卑顺服，伫主你的心意的内底，为主你来活。主，因为你救赎阮的活命，阮着爱知阮的生命是属于你，阮着爱称赞上帝，你疼阮到遐深。阮着爱用阮的生命来回应主你，求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毋但会当活出敬拜主你的生活，嘛互阮的生命会当活出荣耀上帝的生命。阮向你献上感谢，恳求上帝你嘛赐福帮助，伫阮的兄弟姊妹中间有心神软弱的、痛痛的、病痛的，阮拢恳求上帝你亲自甲因医治顾守，互因的心智常常伫你的面头前。是会当求讨上帝你智慧活命的话，嘛互你的话语，互你圣神的医治的顾守来帮助因，互因会当紧紧恢复，继续来到主你的面头前来亲近上帝、敬畏上帝、敬拜主你。主啊，愿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，互阮每一个信靠主你的人会当活出上帝你所欢喜的生命。感谢主你带领阮伫今早起做伙伫你面前的敬拜。愿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所献的诗歌、所唱的歌，拢是拍对阮的心底，甲主讲：主啊，阮听你，阮愿意委身阮的生命，顺服，互上帝你亲自来掌管阮。愿上帝你赐福阮，引带阮伫今早起的敬拜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坐，这个是要邀请咱继续，咱要为着咱
教会、国家、甲咱信徒的事，咱做伙继续来祈祷，恳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生命会当常常活伫祈祷的生命内底，嘛愿上帝起造伊的教会，成做祈祷的殿，咱阁继续来祈祷，求上帝来帮助咱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很感谢你。伫一个新的年开始，阮对阮本身家己，阮对时光顶面，阮有期待，阮有仰望，阮着常常伫祈祷中来恳求天父上帝，你会带领阮行伫上帝你所指示的道路。阮的道路，阮是无歪错。阮着要紧紧抓牢上帝你的心意，来经历主你的怜悯，你奇妙恩典伫阮的教会，伫阮的兄弟姊妹的心中，重新起造阮正直的人。为着阮做清气的心，纵然阮有过信，但是你无收回你的诚信来离开阮，因为阮知阮有罪性。阮更到需要天父上帝，你主爱来撤销阮所犯的罪，来改变阮。阮爱有顺服、甘心乐意、服侍的使命。阮会当常常主动、有热情来关怀、软容兄弟姊妹，互因来经历因的疼，伫上帝的疼，伫因的顶面，人得到鼓励。得到关怀，因的性命来得到丰盛。我嘛为着肢体、身体病痛兄弟姊妹满足者，阿条爱者、叶明杰、乔恩、孟风兄、明峰兄以及美英姐、美英姐，伫因会欠缺，只有你要成做因心灵的安慰甲医治，因为你的权柄，伊伫因混乱得到透放。伫因病痛艰苦的时阵，主啊，你要互因来得到病痛得到困，来得到即个捆绑来消失。即个捆绑成做上帝，你要互因医治，来得到透放。你的喜乐、平安的灵要下伫因的心内，要直到永远。阮献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阿门。三甲来启用，我来启，因来印。启用文13篇，启用文13篇。上帝啊，我的心切切羡慕你，亲像鹿迫切羡慕溪水。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，永我的上帝。我什么时回到上帝面前去朝见？我暝日用目屎准饭吞。因一直问我，你的上帝伫倒位？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的厝，
用欢喜称赞的声，大家守节。我对念遮的代志，心非常悲伤。我的心啊，你是安怎郁卒？是安怎伫我内面害出？着仰望上帝，我要求要称赞伊。因为伊是我的拯救者，我的上帝。我的上帝啊，我的心伫我的内面郁卒。所以我要对约旦的地、甲乌门以及米撒的山效念你。你的瀑布出声，深渊甲深渊相呼应。你的波浪，你的大影，引目我。你是上主喜乐伊的阻碍。你是伊互我唱歌，对赐我活命的上帝祈求。一声，我要对上帝我的召唤讲。哪会袂记得我？我是安怎因为对敌的压迫、悲伤、哭行？我的对敌欺负我，拍碎我的骨头。因一直问我，你的上帝伫倒位？我的心啊，你是安怎郁卒？是安怎伫我内面害插？着仰望上帝，我要求要称赞伊。因为伊是我的拯救者，我的上帝。这时，咱要请圣歌就来献诗，我要俄勒耶和华。圣诗，圣诗。咱做吟圣诗，圣诗184首，上帝疼痛太遐大。上帝疼痛太遐大，欢喜喜乐予我。敬我秘密小看的人，予我甲伊滚换。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，那亲心我靠，为你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你到伊日。耶稣阮的那位耶亲，充满伫我心内，因为对神圣经福音，心怀平安自在。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，那亲心我靠，为你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你到日日，诚心感动爱的耶和华，予我亲在对心，承受福音心受感化，是命我真正的。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，那亲心我靠，为你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你到日日，要行信心三位一体，一生之光之大。尊贵显更永远无体，道路伊命无错。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，那亲心我靠，为你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你到日日。请坐，这是咱请圣号就来学了，因免学了，我要学了耶和华。
感谢圣道队的儿乐，全地都要出声儿乐耶和华的名，阿门。这时，咱来看教会消息通知。咱来看消息报告。第一，旧历年新的年头开始，请兄弟姊妹伫信心中来祈祷，来经历生命的转变。奇妙又稳定，咱嘛为着咱家己本身来领受上帝福音的信息顶面，会当带出更较丰富的福音大能，来建造满有主的听能力的教会。第二，福音礼拜要定伫2月初9 11点到12点，请咱兄弟姊妹爱注意，并且欢迎邀请确实爱听华语的兄弟姊妹来做来参与。第三，今年度的贺会员贺会要伫2月23日来召开2024年度的信徒年度奉献的明细，咱来有公布伫即个公布栏，为着要方便贺会手提会来制作，请遐这伫2月初9进前咱会当来详细看完毕。第四，本会2月份的收请，2月初3我本人以及吴木恩，2月初4美心，2月初8碧儿姐，2月初10陈默大哥，2月12心如，2月20陈龙。咱下面是有咱的奉献的明细，咱家己看，若有错误，请咱让来咱的会计来更正。即时，咱做来读咱即礼拜金句，台语、华语拢读一解。心志毋通贪财，掠所为最高压，因为上帝有讲，我决断无放杀你，决断无离开你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，因为主曾说。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希伯来书13章5节。咱今仔日的圣经嘛是
希伯来书13章第5节，咱会当搁做伙来读一解，来台语的来，心志毋通贪财，家己所有的着知足，因为上帝有讲，我袂离开你，嘛袂放杀你。咱圣经读到遮，小朋友，这时我甲时间交牧师。弟兄兄姊，大家新年快乐！真欢喜，咱三个做伙敬拜咱的上帝，咱做伙同心来祈祷，嘛为着这个受请来献上感谢甲恳求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主，阮感谢你伫过去的一年久的中间的保守甲带领，无论阮面对顺境也是逆境，你拢无弃杀阮。主啊，阮所领受的救恩的福音，是因为信来称作义的恩典的福气。主，愿阮伫新的年，阮立定新的意向、新的心志，我们用顺服、谦卑的心，去经历主上帝你救赎的画面，所要带予阮生命愿望甲对正人的祝福。主，阮嘛要为着受请每一个伫你面前，得到一个新的年会、新的看见，嘛一个新的出发。求上帝你赐福者的受请，互因的生命体会着上帝，你是信实的上帝。你是应允人的上帝，你是既然信靠主你的人，你要互因得到丰富快乐的上帝。愿阮同齐甲这受请同齐欢喜，毋但年岁加添，嘛互因的生命灵性更较加添。愿阮恳求上帝你的圣神，搁一摆运行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，互阮的信心会当得到坚定，互阮毋但成做一个听道的人，嘛会当为着主你来行道。分享生命得救福音的人，愿阮的生命活伫世间的年日，会当为着荣耀主你来活，毋是干那为着家己伫世间上的年日在活，更较需要是伫意伫厝边找求需要的和平、安全、正义、甲丰富言语甲行为，阮拢会当做好的模样来关心因，无论因的信念。是毋是甲阮相像？总是阮游玩学习主你的好款式，来激励阮勇敢为主你来活，成做社会光甲盐，带出福音所要带出的影响力。主啊，阮相信福音要因为阮来成做好的管道，求主你来引带阮，互阮的生命来彰显主你的荣耀。感谢主，你嘛带领伫今日每一个来到主你施恩宝座前。三甲做伙来敬拜兄弟姊妹，无论是直播内底，或是伫现场每一个在场的兄弟姊妹，阮拢同齐平平得到主你的祝福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咱边仔吼有一寡小朋友吼，咱甲伊讲，你非常棒哦，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敬拜，非常棒。今日牧师要跟咱做伙分享一个信息，就是上帝是不离不弃的上帝。上帝无离开咱，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一直咧引带咱行头前的道路。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爱知影台湾有一个真有名马雅各医生，咱拢真熟但是咱无拄逐个人拢了解。马雅各医生伊伫伊宣教的旅程的中间，会当讲。伫19世纪来到台湾的宣教师，伊嘛是一个医生，伊嘛是一个牧师。伊毋但带着医疗的技术，嘛将基督的疼甲福音带予台湾人。伫台湾过去即种环境的中间马雅各医生伊非常的艰难的环境，伊咧面对的是啥？伊咧面对的是人的病痛，伊咧面对的是人。生命中间的无希望啊，所以人伫病痛中间也好，也是外在环境所拄着困难也好，伊拢得
帮助因有一个持续甲上帝一个足密切的关系，就是伊坚持无离开上帝的信仰。所以马雅各医生伫台湾是第一位基督教的医疗的宣教师啦。所以伊伫1865年来到伫台南的这个所在，开始开拓福音的工作。马雅各医生伊伫台南的所在，毋若做这医疗甲这个宣教，伊搁做啥物代志？伊咧做治病啦，吼，帮助这的台湾的人民。古早迄个时阵有侪这个麻风病吼、泰戈病啦。所以伫迄当时，伊会当讲伫台南地区即5条港吼的所在开设即个诊所，伊耐心去听候帮助遮的患者，因咧看诊的中间，互因会当得到一个信任。因为马雅各医生头毛是啥？金色的，大家人对伊是无介色嘛，无介认捌，总是伊悠远不离不弃的帮助每一个患者。嘛有捌一个痴迷的患者。伊目睭青眉，非常家庭非常的善食，无气力，所以呢，伊被放伫这路边，亲像这游民。马雅各医生伊发现了，就安怎，佮亲自甲伊带转去到伊的诊所来甲伊照顾，毋那安尼，佮免费互伊住。伫迄个过程的中间，这个患者虽然最后伊无得到好起来，但是这个患者因为马雅各医生的行动，来受到感动，嘛安尼来决志来信主，这是一个真好的基督教信仰的见证。马雅各医生伊坚持对医治的看法，对医治的行动，就是无论是医疗，伊嘛用信仰，用耶稣基督的疼，继续伫疼伫伊身躯边，才需要福音的人。所以呢，有真侪患者被家人气杀。最后呢，大家拢认为伊的亲人拢是无可救药的人，但是马雅各医生他不畏惧生理的病痛，甚至呢无惊人所看做无希望的代志，伊要悠远安怎持续咧做帮助医疗的工作。你可能会想讲，我毋是伊啊，我毋是医生啊，我是要安怎做？其实马雅各医生伊知影。有侪外在困难，人的欠缺，只有上帝会当救。所以马雅各医生伊这种不离不弃的精神伊伫医疗信仰的顶面，伊持守基督的疼，嘛拄好，亲像咱今仔日所看的圣经节，希伯来书13章第5节内底所讲，毋通贪财，家己所有的就知足，因为上帝有讲，我袂离开你，毋捌嘛袂放杀你。兄弟姊妹，希伯来书所写作的这个背景，这个作者可能是保罗，嘛可能是初代教会领袖。伊咧写作这个背景会当主要是针对犹太基督教啦，犹太基督徒啦，犹太什么叫做犹太基督徒？也就是讲，伊原身是犹太教的，但是了后成做基督徒。犹太教伊嘛信上帝。但是因无拄会信耶稣基督，所以犹太基督徒代表是因有可能受到压迫，信仰就安怎会纠正伊就挖头倒转讲这军队耶稣信基督无影容易啊，就爱个学伊的款式就该学伊安尼谦卑安尼好好祈祷真困难，基督徒好做无？敢若无介容易啊，但是。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咧提醒当初的这犹太基督徒，虽然因受到压迫，有侪信仰的摇动的时阵，因要悠远爱坚持信仰。兄弟姊妹，2024年过去，我毋知影你有经验到上帝咧带领你的生命无？你爱好好去思考，到底我新的年我要安怎样重新出发？若无，咱求上帝帮助咱。更较有信心，更较有气力来为主来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今日咱所看圣经在希伯来书13章，你若甲先头前面去甲看，伊特别咧强调信徒要安怎实践信仰生活的态度啦。所以牧师今仔日伫咱新春了后的第一礼拜的第一个主日，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思考圣经内底希伯来书第13
三章第一节内底有讲到疼心，要安怎彼此好款待。第二节好款待咱的厝边，甚至呢关怀伫姊妹世的人。第四节嘛咧讲到婚姻的性格，今日咱所看的是金钱，咱拢知影。咱即马开始吼，礼拜日若了，倒转的就是创啥？大家开始趁钱、生活甲工作啊。所以咱常常会为着钱的代志安怎，会来敲找到底咱要安怎甲上帝建立迄个美好的关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咧拍拼咧为着生活咧无用的中间，咱要安怎活出上帝爱人活的生命？这是值得咱好好来思考的一个议题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邀请你甲你边仔兄弟讲，你着将你的金钱的观念放伫上帝的心意内底。你着将你对金钱的观念放伫上帝的心意的内底。兄弟姊妹，今日圣经在特别提醒基督徒，毋通贪爱钱财，爱知足，因为上帝应允永袂弃杀咱的生命，是伫信靠伊的人，是信靠上帝供应。毋是世间上的财富啦，你可能会想讲，你若无钱吼，你是要安怎做这个代志啊？敢毋是？但是咱爱好好来思考，圣经内底咧讲起的，即个贪爱钱，毋通贪爱钱财，什么意思？希腊文的内底叫做无应该对金钱贪恋啊，表达讲对物质的过度的依赖啊。我佮讲一摆哦。对物质过度依赖，这个依赖的过程，你会做什么代志？你会从啥？你会甲钱哦，你会甲钱安怎？你会甲钱看咧比上帝更较苛刻哦，会袂？会啊！我即礼拜一个大摊，有人要招我来做生意，但是是礼拜日早起，会袂？你会先放啥物做大生？钱财啦。我相信你一定袂想讲要来做礼拜做大生啊，对无？这就是第一项。过度的工课，做工课会袂？会袂？忽略敬拜的时间哦。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常常我的妈妈常常咧甲阮爸爸催啦，催啥？毋通搁伫遐咧饲鸡啊啦，时间到啊啦，所以呢，阮遮囡仔会知影拢是早起，拢做早起床帮忙啊，紧紧饲饲的。甲厝里的工课做好完，赶紧来到教会敬拜上帝啦。过度的工课会忽略敬拜，为着要伫你的生活中间，你会袂记得上帝时间足重要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有当时安怎会消费袂？过年时啊会消费较济袂？会啦。食较好会袂？会啦。我加开较济钱，食较好的对无？过度的消费、过度的购物，拢是咧追求咱内心的需要。但是咱爱知影，这物件敢真正对咱有帮助。所以我会记得这过年时啊，咧食饭食较好，我这食安尼真正对咱的身躯是负担啦，对无？这常常食，你平常时无食好，常常食好，会安怎？